兩件事決定你的 trade 是否真的有概率。第一是位置，第二是速勢。如果你忽略其中任何一個，你基本上就是在盲目交易。今天我會給你展示兩個非常強大的指標，他們會在這方面幫助你。所以我現在在 TradingView 進入 Indicators， 然後搜索 Adaptive Support and Resistance Zones by Big Beluga。這是第一個指標，它可以幫助你識別交易中最重要的東西之一，也就是 Support 和 Resistance。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？原因很簡單，在你進入一個 trade 之前，在你設置 Stop Loss 之前，在你決定 Profit Target 之前，你都需要知道重要的位置在哪裡。這正是為什麼 Support 和 Resistance 不是可選項，它們是技術分析的基礎之一。現在這個指標真正有用的地方在於，它不會像很多其他指標那樣標記每一個很小的 Swing High 和 Low。它使用一種基於 ATR 的波動率調整方法，所以它只顯示相對於當前市場條件嚟說足夠重要的 Support 和 Resistance 水平。這意味着圖表會保持更乾淨，而且它顯示的水平也更加真正有意義。另一個好處是，如果兩三個重要水平彼此非常接近，這個指標可以把它們合併成一個更乾淨的 Confluence Zone， 而不是用很多重疊的線把圖表弄得很亂。它也會在一定時間之後移除舊水平，所以圖表會專注於當前裂扣，而不是保留那些已經不再相關的過時勾域。這對 Beginner Traders 來說真的非常有幫助。它旋會實時跟蹤 Breakouts， 當一個水平仍然有效時，它會保持為實線或勾域。當這個水平被突破後，它會變成虛線。所以如果你的策略中使用 Breakout Logic，這可以幫助你立刻看出一個重要水平什麼時候真的失效了。圖表上旋有一個 dashboard， 可以給你關於當前市場的快速信息。它會顯示離當前價格最近的 support 和最近的 resistance。它也會顯示最近一次 break 是 bullish 旋是 bearish， 以及現在旋有多少個 active levels 仍然在發揮作用。現在我們來聊聊為什麼這個指標在實際交易中真的有用。Support 和 Resistance 水平很重要，因為這些勾域是價格更容易暫停、reject、reverse 或者強力突破的位置，所以它們可以幫助你判斷你的 setup 到底是否合理。比如，如果價格正好在一個強 Resistance 下方，而你的策略在哪裡給你一個 Buy Signal， 那麼這個 Buy Signal 其實並不真正符合市場背景，除非價格真的正在突破那個 resistance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的策略在 support 附近給你一個 buy signal， 那就有意思得多，因為現在水平和信號正在一起配合。Sell trades 也是一樣，靠近 resistance 的 sell signal 比直接邁向 support 的 sell signal 更合理。這些水平也能幫助你放置 stop loss。如果你打開一個 buy trade， 把 stop loss 放在 support 下方是合理的。因為如果那個 support 失效 ，trade 的想法就變弱了。如果你打開一個 sell trade， 把 stop 放在 resistance 上方，也出於同樣的原因是合理的。對於 profit targets， 邏輯同樣清晰。在 buy trade 中，下一個 resistance 可以成為你的 target；在 sell trade 中，下一個 support 可以成為你的 target。所以 support 和 resistance 不只是用於 entries。他們在 trade 之前、trade 進行中以及記挖 exit 時都非常有用。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概念如此重要。現在我們進入第二個指標，因為只有水平旋不夠，你旋需要速勢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。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，由人工智能驅動，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%的利潤。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，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所以再次打開 Indicators 算行卡，搜索 Adaptive Trend Finder by Julian EXE。這是第二個指標。它通過在價格周圍繪製一個 trend channel，幫助你識別當前速勢。
默認情況下，它顯示 Short-Term Trend Channel。但如果你打開 Settings，你可以從這裡操作。你也可以開啟 Long-Term Channel。而這正是這個指標變得更有用的地方。一個非常聰明的使用方式是添加同一個指標的兩個副本。讓我給你展示。我們在這裡再添加一個這個指標的副本。思路是，我們保留一個顯示 Short-Term Trend， 另一個顯示 Long-Term Trend。這樣你就可以同時從兩個角度讀取市場。例如，短期價格可能正在下跌，所以如果你只看這一點，你可能會認為市場是 bearish。但隨後你查看 Long-Term Channel， 發現更大的趨勢仍然向上，而價格只是回調到了那個更大 bullish channel 的下方區域。這會改變整個背景。現在短期的弱勢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更大 uptrend 內部的 pullback， 而不是真正 bearish trend 的開始。這非常重要。因為如果你的策略在那個 long-term bullish channel 的下方區域附近給出 buy signal， 那麼趨勢背景實際上是在支持你的 trade。這會讓它變得更有吸引力。這就是為習摸趨勢是每個 trader 都需要的第二個重要概念。如果 support 和 resistance 告訴你價格可能在哪裡反應，那麼趨勢就告訴你那個方向有更好的概率。如果你沒有非常好的理由就逆趨勢交易，失敗的概率就會上升。即使你使用的是 reversal strategy， 你仍然需要先知道當前趨勢，這樣你才能判斷結構是否真的正在被打破。所以當你把這兩個指標結合起嚟時，邏輯就變得非常強。第一個指標幫助你理解重要水平，第二個指標幫助你理解趨勢背景。當他們兩個都和你的 setup 一致時，這個 trade 立刻就會變得更強。大多數時候，對於 beginner 來說，如果他們把這兩個指標的 indications 記在心裡，那麼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會發現自己站在市場正確的一邊。這其實就是這裡的核心重點。如果你想要更好的 trades， 就不要只尋找 entry signals， 先問價格在哪裡。然後問趨勢是習麼，然後再決定這個 setup 是否真的合理。所以整體來說，這兩個指標分別作用於 trading 中最重要的兩個概念。第一個幫助你清楚識別 support 和 resistance， 第二個幫助你理解 short-term 和 long-term trend structure。如果你開始正確使用這兩個概念，你的 trade selection 就會變得更加乾淨。船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在你應用任何 setup 之前，一定要正確管理你的風險。即使水平和趨勢看起來都很完美，也沒有任何 trade 是 guaranteed。所以保持小風險，合理放置 stop loss， 並且對你的 target 保持紀律。好的分析很重要，但強大的 risk management 才是讓你繼續留在油揮你的東西。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把它們留在評論區，我會盡快回覆。如果你還沒有訂閱，請訂閱頻道並打開 bell icon，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。我們下期見，祝你 trading 順利。